后来，这个全球的疫情严重，加上即摆阁是过年回乡的高峰期，指挥中心来宣布，为1月15开始，入境的民众除非会当一人一户，也若无，拢会带入去防疫旅馆，或者是集中的检疫所。结果大家拢咧抢防疫旅馆，嘛出现着订房的乱象。目前只有几内个县市有来公布着防疫旅馆的名单。等下台湾的民众只会当透过地方政府分配房间，甚至都要甲这个无人机起飞前10天，才知影讲家己要去倒位来检疫。也毋过咧，等下过年的台湾人只好伫咧面册要求这个援助，甚至佫有中介找上门，但是透过中介所订到的旅馆，恐惊拢毋是防疫旅馆，这无保障。目前除了台北、新竹、台南等县市有公开部分的防疫旅馆名单之外，多数的县市都是不公开的。那么民众除了找地方政府协助媒合，就只好找上防疫旅馆仲介。就是后来也是有看到有一些仲介，就是有留言说哦可以找我个人的粉专类似那种东西，但是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伫咧美国做工课陈小姐未回来过年，不过高雄防疫旅馆无公开，想要找地方政府还阁等待分配，伊就伫咧网络找房间，到中人来找伊。因为检疫的规定变严，中人伫咧人面册广告宣传，冇赖号码直接甲因直接，甲因讲房间号码到的时间点，对方伫传房间介绍，差不多伫咧2-3千，佮会甲检疫的房间翕做一间影片互因看。那有的是跟我说，哦，我帮你找到了，那我就是给你账户的号码，那你付3成定金给我。因为唔知影对方是谁，钱花出去啊，回国大的所在，敢有检疫，别拢杀无走，甚至纠正订到的旅馆，别拢无承认家己是防疫旅馆。官方拿地方的那个卫生局或者是观光局，他就跟你说满。那仲介的部分就跟你说，哦，几月几号我们还会有一波新的。仲介的部分，我们是基本上是不建议，他的所仲介的是不是合法的一个防疫旅馆，这个部分我们也没办法去做一个确认。关公局讲，业者甲订房交予中人管理，无愿意公开检疫旅馆身份是无违法的。不过建议民众爱向地方管理单位求证，或者是规矩卖找中人，才当安心检疫。